各位車友 ，TFCC 呢部 Q3，咁啊感激車主咁多我哋支持，咁啊奉車主嘅交代啦，咁啊叫我哋講一講啦，同大家咁車主交代嘅，咁佢呢度就 Q3呢部車咧就換咗全景呢個主機同埋最重要咧，咁呢度有個所謂佢相信咗內地嗰啲做咗4分頻，咁後邊有一大冧嘅咁嘅音響工具，但係佢話極度唔掂，咁當然啦，我自己聽落就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咁佢整咗幾次已經咁佢話都唔掂喎，咁揾到 TFCC 就求助啦，咁我哋幫佢搞，咁呢度影翻條片啦，咁後邊嗰堆嘢就整完先再影啦，因為都有好多個 M 之類嘅，咁係啦，我哋影完完工之後再拍翻條片，咁收下音啲聲都係嗰句啦小心內地嗰啲宣傳各方面，咁呢個車主叫我哋咁講嘅，咁帶翻個信息俾大家 ，thank you。